沈世君，得了舅舅窝里向困子1天，其实这个1天根本分困上，为啥么有心事了还？明朝的我盘腿真正，我哪搭的讲法？哪开头？我答真正讲词，真正叫是答应没难，不答应没难，个心里向漏是漏的嘞。怎么听老子睡起来了？卡腿部蓝丝米脑子清爽的，这你忙着熬头来，却只因为队伍这样匆匆忙忙忙着向后里落而来。打到门口的要想去门铃门，门打开着，打出来啥人呢？为民打革命，两高头要到学堂里向去参加运动会，等到你都最特么，个士兵已经打进来，到课堂间里向一口啊，二部一钩子落去跑饭，已经打上来。阿婆，真正的李三姑娘们礼包你困来个，来自家上楼把门吧啊！三姑娘没困死的呀。那好吧。那么士兵啊，忙着里向一大路进来，打到给到房间门口嘛，轻咚咚开门。珍珍，起床啦！真正听见士军来是开心的，南京走来着，凳子里铁拐铁着腰，眼睛过来门一开嘛，士军，你起床啦？侬来嘛？我为何不起来呀？走，一道下楼。好。两个人打前楼嘛，面对面身体守定。士军，珍珍，屋里向好吧？那爸爸毛病好点了吧？提起衙门的心里向难过，真正几乎关心你，而你呢，你发下到底来是讲的啊，好多了。这就好，那妈妈就放心了。我妈妈是最辛苦的了。是的呀。不晓得哪讲上去，所以眼瞪瞪盯了子真正狼看哎呀，真正看的眼瞪瞪的，但也闪出来着。世君啊，你看啥啦？看得我面快红了。提起面孔倒有话题人我在看你的脸像不像你姐姐像啊，定还是非常像呀，像子要出事体个呀。我看不大像。我也觉着不像，但是人家侪讲像的呀。世君啊，啥人讲我像姐姐啊？我爸爸。那爸爸有没看到过姐姐？哪能会得讲搿个闲话呢？我爸爸认识你姐姐。怪不得，当你都要初次见面，你都要谁讲我面熟，但是不可能的呀。世君，那爸爸哪能会得认得姐姐呢？在上海啊。我问你，你姐姐以前是不是叫李露？对个，姐姐做妇女的辰光就是叫李露。是叫李露啊？那是不是在百乐门呢？不错。是在百乐门啊？是啊。我希望听到你讲不是的，不是叫李露，不是了百乐门，根本我们那个关系啊会好峰回路转，想不到才讲是的，才讲对的，我爸爸分黑手俺不进像漏气个皮球这个。真正一看嘛，出问题着。世君，那爸爸到姐姐哪能会认得啊？哪认得？讲出来哪回事？他们何止认识？我爸爸在百乐门碰到了李露，而且还爱上了李露。要娶她回来做三姨太。要不是那小公馆的那位闹了一下，还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局面。我有个种事体啊！根本那爸爸晓得我是李露的妹妹。不，
他不知道。我说我，真真根本没有姐姐。哎呀，对世君妈妈，你哪还自家讲的？我明明有阿子要个呀，世君啊，我明明有姐姐的，侬为啥要搿能介讲呢？我知道你是清清白白的，和你做舞女的姐姐丝毫没有关系。但是我觉得免生枝节，索性讲没有姐姐，不就没有事情了吗？世君啊，姐姐为了挑起家庭的担子，失去了学习的机会，失去了心爱的未婚夫，失去了名誉，难道现在连做姐姐的权利还要失去吗？真真，你误会我了。我知道你姐姐不容易，也知道你们姐妹情深，但是你觉得我一时之间跟我爸爸解释得清楚吗？有啥解释不清爽的啦？侬对㑚爸爸讲，侬讲李露已经嫁人了，不当妇女了，姐夫还是个不错的生意人，不是蛮好吗？侬为啥要说谎呢？再讲，阿拉介大家人家，搿辣住辣弄堂里向，邻居侪是晓得底细的呀，去一问，不就侪清爽了吗？哎，你自家一讲了，势均于正呗。对，只要弄堂里一打听，什么都瞒不住。所以，真正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申布比摸出来2的钞票，袋子往下一放嘛。真正，这点钱是我工作以后攒下来的，你们马上搬个厂，搬个家，这样不就瞒住了吗？哎呀，对你妈妈世君啊，你想得太简单了。哦，你以为不得同意把你见你搬啥，谁靠你瞒脱姐姐曾经做过妇女的事体吗？你是个人啊，不是样么事，不能随随便便扛起来的呀。再说，你是我阿姐，这个是事实，是永远没办法改变的。世君啊，我讲句老实闲话，将来那爸爸他姐姐会见面吧？将来，那将来再说嘛。我的意思，最好暂时不要与他俩来往。侬讲伊是啥人啊？当然是你姐姐了。啊，不跟姐姐来往了？哎呀，我哪能帮伊讲啊？我讲姐姐，因为侬做过妇女，妹妹又嫁不出去，所以不能跟侬来往了。我能搿能介伤伊的心吗？真真，你不要这样固执好不好？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们不得不不得不拿点勇气出来，对吧？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呀。我想讲，你不得不有统一的点，把你讲了前段子。要想再讲什么，顶了子自讲，有的难讲说法子。我一个人啊，像漏气个皮球子个，也不进个是。世君，我对侬从来没欢心过，我晓得侬是个有勇气的人，但是为啥侬为了他南京之后，就好像变了个人？难道侬就甘心像那爸爸一样，当一辈子的商人而忘记了自家当初的理想了吗？真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？他是我父亲。侬哪好搿能介讲？伊是我姐姐啊！我不是，不是啥？不是，不是啥？侬讲呀？不是啥？不是啥？侬讲呀？哪讲得出呢？比那个是讲的。讲呀！真正心里越来越清爽着，听我里搿番闲话，倘使我要他的成功一代，谁不可以承认于一个做妇女的姐姐？你叫我这样做，我实在做不得。但是你叫我离开世君，我也不舍得，真是走运为难。
身举起茶，因为我个阿姐也是做妇女的，所以世君一到里头要是我不家叫我离开小里。但是我不会维持自家的婚姻而得罪大家的来往。但是世君呀，绝不会允许世君她一个妇女的妹妹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我不能让世君为难着。人是心中痛，举剑拿，他想把这个身中为与他。侬水浪向搿只红板石膏子偷下来了，也是像侬闲话讲得潇洒点。但是毕竟深爱世君，毕竟如果海誓山盟，毕竟也是要搭里把你叫来。但是现在搿个一切，侪是无可奈何。眼泪含了眼眶里。世君，侬不要发愁了，喏，搿能介就解决问题了。侬好回去向着爸爸交代了。哈，看见搿只卡子们，眼睛们是没合起来，啥个意思啊？高子回拨我，两高头直接分手啊！对，真正忙忙，真正啊，真正啊！你哪这样不理解？我所做的一切，侪是为着你两高头好的。要是想把你告诉，讲不过去，有啊。谁起身？目前有气向上升。
为我订婚嫁，真正昨日太否心。lâu lâu是你情寂寂，他与父亲与一路人，我们就以自己向上海人，为这位最后好婚姻，真正昨日太否心。可记得卡后为楼胜烈日，谁人灭于定终身，地居天上永不分，想不到一与三儿比了心，真正昨日太否心。一见那宝石嘎子光叔叔，心头痛乱了神，凡女妻看难云，真正昨日太否心。总而言之，你要当我分水，我不答应；你要告知还不我不弄。心里想，一脚没叫上我这告知啊！望正真正方向一推，发现那个这告知啊，咚隆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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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到台子边上，还不晓得停下来了，叫上望正河段四次乱里，扑噜吐，真是好啊！对世君妈妈世君啊，你告知也没拿出去，也没回拨我，你上去也努力多得四次乱里呢。天理良心，不是我读这个呀，你自家滚过去，自家下去，那么哪能发现？写起来米占不是吧？一片空白嘛，叫啥？哈了，身体斜走来，当当当当当当当追过来，我门拉开嘛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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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外头呀，只听见个门，砰！这句关门声音，真正好像当地一个来响。这书房刹那之间，那两个深爱的人隔开来着，听师君一步一步下来，谁好像打了真正心浪下，离下去一步，真正的心碎痛一痛。你追着，真的追着，眼里像山水一样涌出来，心里只觉得委屈，但是你不敢发出声音来，咋不惊动坐的阿婆？忙着上浪一扑，面孔把枕头浪下面，吓得痛苦，眼睛冷静，谁好像在那放电影一样。风水台是你满子鱼当我写出来的，这张写真片是你心里抽开的象征，一遍遍写完的是你倾吐情感的地方，一点点的目录落下
路上你来来回回，谁踩谁，几瓶几个家宴，而搿只红板上的告示，是你爱人的见证，哪里偷下来的？是手里多大数字楼里的？你忘了？噔呀，噔，听见夫妻声音，是阿婆啊！分个娘里看见我哭，是不是眼睛从眼里卡卡过？拿台子浪向两沓钞票，忙着正对下头一塞，拿本书拿起来嘛，盖了床浪向，假装辣浪看书。阿婆哪会得上楼？刚刚看见个士兵急匆匆奔出去嘛，不晓得啥个事体呀，要紧上楼。真正啊！哎，阿婆，我刚刚看见士兵急匆匆奔出去，啥事体呀？阿婆，哎，伊讲有急事体要去办。我晓得个士兵欢喜吃肉个呀。哎呀，哎呀，一起半里转来不转来，我准备一边讲嘛，一边转到池子路边浪，拿两张纸团呀，到下头去寻煤路去。拿起来嘛，只听见扑噜托，咦，啥个么子呀？拾起来一看嘛，哎呀，红白的稿子啊！哎呀，真正啊，这个稿子哪会得到池子里去的？哎呀，这一看嘛，哪把阿婆看见这叫阿婆？哎，那搿只架子太大了，手浪向滑下来，啥辰光落脱我也不晓得呀。哎呀，那是看粗心的人，把士兵看见之嘛，你要误会的呀。你还是一边大了，那么店里向去静一静哦，当心点，而且的有句么事，哎呀，脑子指头嘛，眼里滑溜。搿么真正的，天气拉开了，拿搿只缸子扛到里向嘛，这样不到子。不过这一想，哎呀妹，左行士军也转来的呢，这对我是一片深情的，想上去总不会是干负心吧？哎，那个感觉得对个。搿士军刚刚奔出来的辰光了，外头就会冷的了。搿风，吹得身浪向的人一淋得里，那只等是欣赏。我刚刚所讲的闲话，仔仔细细一想的嘛，哎呀，士军啊，士军啊！你今朝做子一桩天下世界顶顶讲的事体，是你逼得真正把这家子偷下来。唉，想想真正平常辰光对我几话哈，你两高头感情是真的呀，你哪说得当我分水啊？侪是自家不好，讲出来我七脚步了，还七大步。这个让我现在辰光回转去。真正门前啊，赔一个礼，得一个歉，我相信你肯定会得原谅我。对，当年知己们，好了，身体才转来，忙正给他的向后里落而来，最得给他的龙当口头一口啊，再看见向后里落门口头立下一个男人，啥人？张雨清，不知呢。像这个士兵看见张雨清啊，会得觉着不适意，不知啥个味道。你们不晓得了，我倒晓得，啥个味道？醋味，打翻个醋缸了海。你总当知张雨清啊，还欢喜真正我为子。你来着？没好。既然你来着，那么我追。最特人，其实嘛，我晓得个，细菌啊，你今朝的到里向去排队真正，那么呢，你到两高头作行为能够得了一道，你不做身体一转头嘛，将来再要排队真正啊，最难着。讲到最特的叫啥？
那么张雨晴大概到底啥事体呢？来送请帖的，打到门口的要进把门。呀，真正听见把门声音，世君来着哇，写的车子。干嘛阿爷去开门呢？不甘心，啥人见你讲成欺负我噶？还是你自家为得上来的？听你讲的啥？珍珍，快点下来，雨晴哥哥来在快点。啊！真正一听，不是世君，而是雨晴。一个释放，眼睛定一定什么无人啊！雨晴哥哥，珍珍，阿婆啊，今朝点我来的呢，来送请帖的。手伸不比请帖摸出来高不个珍珍。明朝点我就要结婚子，请到来参加我婚礼。我在上海，你都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所以你都一定要来的啊！我还有交关事体要办了，最着，明朝会啊？手礼归礼罪。真正看见这张请帖们，心里酸啊！我们个婚姻不知那好啊！眼里头一下下来着呀，眼睛回过神来嘛，忙着流浪下去。外头有人把门子，啥人？佣人阿伯，还有旁头真正是不得了，急是急得嘞！是个大小姐出事体了呀，毛病送是送得嘞，快点去看看你吧。真正哎呀，这个啦，啥阿姐生毛病的，要请村子汽车到红桥去看阿姐。